正在收聽 One Way Radio 每日靈修節目，係按照 CBN Devotional Daily 多位作者透過上帝話語、生活經歷寫成嘅材料，盼望你喺跟隨主嘅旅程上，每日都得到更新。你有冇突然間咁自問，我咁努力到底係為咗啲乜嘢？係因為你喺繁忙嘅日程上已經筋疲力盡，或者所有嘅努力都徒勞無功，而感到內心沉重嘅時刻。但係正因為呢啲疲憊同埋危機嘅時刻，上帝溫柔咁提醒我哋停低，審視我哋真正嘅動機，讓我哋得到釋放同埋經歷真正嘅自由。今日2025年10月10日，每日靈修節目邀請各位聽眾與 Gary E. Roberts 作者一齊去思想上帝嘅話語，主題擺脫律例以獲得自由。你有冇幾時曾經自問，我喺度做緊啲乜嘢呢？講真，我哋都經歷過必須要放下自我，睇清真相嘅情況，就好似路加福音15章嘅故事一樣，我哋有時係會好似浪子一樣嘅經歷。當痛苦揭穿咗幻想，就茫然醒悟，意識到自己深陷泥沼，喺罪惡嘅慾望中掙扎，以致筋疲力盡。諷刺嘅係，喺醒悟嘅時候，我哋意識到自己同故事裏面嘅長子一模一樣，成個法利賽人嘅特質，驕傲、自以為是。當我肺炎瞓喺床，唔能夠起身，我經歷到呢一點，不得不停止2個半月嘅時間，一切嘅活動。生病之前，我定出一個鋼鐵嘅每日計劃，喺跑步、散步、執垃圾時禱告，每日都係咁，從來不間斷。無論晴天或雨天，炎熱或寒冷，夏天或冬天，疲憊或者係睡眠不足，即使係日程幾咁繁忙，我亦都要堅持遵守。喺呢個精疲力竭嘅鍛煉日子裏邊，我不斷咁同自己話，正在為上帝付出。疾病打碎咗我可以控制人生嘅幻想，而家我唔能夠好似之前出去鍛煉。起初，我因為一切都被間斷而感到沮喪同埋煩擾。我祈求上帝盡早去治癒我，但係佢冇應允。我越嚟越沮喪，越嚟越焦慮。直到一日朝早，我突然間意識到其中嘅原因，一部分係源自於法利賽人嘅完美主義以及太注重自己所做，一部分係由我強迫症嘅後遺症。我恍然大悟，原來人可以用一件睇起嚟好靚嘅外衣嚟掩飾自己好似豬籠咁嘅驕傲同埋恐懼，然後自欺欺人咁認為呢一個係獻俾上帝嘅祭物。我意識到我可以適當咁一邊跑步一邊禱告或者做社區服務，唔能夠好似以前咁極端。當意識到呢一點，我感到一種自由，好似外邦信徒擺脫咗遵守舊約猶太律法613條，包括割禮嘅重擔。使徒宣布，因為聖靈和我們定意不將別的重擔放在你們身上，唯有幾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和姦淫。這幾件你們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願你們平安。使徒行傳15章28至29節。耶穌基督喺約翰福音8章36節話，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耶穌基督釋放咗我，使到我得以自由，喺生活各方面跟隨佢嘅引領，更加專注於最美好嘅上帝，而唔係自己所提倡嘅美善。可惜嘅係，只係當經歷到痛苦嘅時刻，先懂得去問我正在做緊啲乜嘢，我哋先至願意放棄幻想，並認出自己心裏真正嘅動機。聖經喺哥林多前書13章記載，
若不是出於順服和愛，否則也沒有什麼益處。呢一點亦都係我哋每個人得力嘅提醒，不要以行為或外面嘅努力蒙蔽你，以為係真正嘅敬拜。上帝要嘅唔係我哋努力獻上嘅祭物，而係一顆順服嘅心，係嚟自佢無條件嘅愛。咁樣我哋所做嘅一切，先至真正有永恆嘅價值，並榮耀上帝。我哋一齊禱告。親愛天父，請賜俾我聖靈嘅能力，使到我能夠睇清我最深處最黑暗嘅角落，請揭示我背後嘅思想同行為嘅真實動機，尤其係喺屬靈紀律上嘅侍奉。我承認並且悔改我嘅自以為是，隨着己意而行，然後欺騙自己，束縛自己。求你幫助我能夠體驗你所賜嘅真正自由，正如馬太福音11章28節你所呼召一樣。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願一切榮耀都歸於上帝，奉耶穌基督嘅名禱告，阿門。各位親愛嘅聽眾，可能今日你都處於同樣嘅情況，睇嚟好似美好嘅事情上努力，但內心卻係冇平安。主耶穌應許俾相信佢嘅人有真正嘅自由，佢唔係要求你努力去證明自己嘅價值，佢係尋求一顆真正愛佢、順服佢嘅心。所以你是否願意放低自己加肩上嘅重擔呢？讓佢能夠帶領你進入安息，進入佢為你所預備最好嘅事情啦嗎？各位聽眾，祝你哋過着蒙福嘅新一天，明天再見。親愛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主耶穌，或你有任何難處顧慮，想同本節目分享，歡迎喺下面留言，喺 Facebook 嘅專頁留言，或電郵至 CHIASE@oneway.vn。主耶穌愛你，本節目期待與你建立聯繫。